我用餐至少要1个半钟头。我生理期不能上班哦。我可以先预支2个月的薪水吗？我忍。哦，哎，我关这边小助理，你去找仙女呢？我还没说话哎。你应该说话了。哦，我是今天来面试助理工作的洪玉轩。是怎样？不说话啦？衣服脱了。陈小姐你好，我是来应征助理工作的洪玉轩。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这个1个月的收入，等一下，陈嘉玲，你是什么公司啊？你不要管！你觉得你有资格选老板吗？我们起薪1个月2万5，不含劳健保，这样你可以吗？我觉得是，拍谁？我想讲去看买的。我用餐至少要1个半钟头。我生理期不能上班哦。我不会骑机车。我从不排队。我可以先预支2个月的薪水吗？1个月。我忍。哦，哎，我关这边小助理，你去找仙女呢？你只剩嘴了家。哦，什么代志都没要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就要被人家急。哦，没有人请得起你啦。玉轩累了，去躺一下。哦，我看这哦，过3个月嘛，找无头路啦。不要这样讲洪玉轩呐。我看还6个月。我刚刚请你印的文件，你印好了吗？我马上处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记得你，小陈，早上有喝我的咖啡，对不对？ Excuse me， 我是小李，我不是小陈。而且你以为我很闲吗？我早上在温跑一整天，我回来的时候好累，我都没有看到什么咖啡。切戏，丽姐不要动这个是王龟。嘿，这是王辉才不会很应激呀。你两个卖啊呢？等，都没有办法，我